本来有历史社的了，后来没有办法指导，找不到老师指导。以前有。周正雄主任呢？周正雄历史老师也当辅导室主任，来指导。后来没有老师指导。科学才艺、学艺、运动服务、康乐学术，应该还有一个历史科、历史学社。没有找不到指导老师，后来就没有了历史社。